赤水剑意。既然你说你见过赤水剑意，那么你一定见过我二师兄，想必你也听过他对自己的评价。他说他是学宫第二，天下第一。那你知道谁是他所说的学宫第一吗？谁？我。久违了呀！啊，师姐，你怎么样？是哪位高人在此？何必躲躲藏藏？躲躲藏藏，你也配？师姐，是不是真有人来帮我们了？也可能是来杀我们的。反正已经不能更糟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不敢示人，现在我出来了，你可敢见我？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。”即墨剑士，前辈可是？公子，事情似乎越来越麻烦了。还真来了个仙女姐姐救我们呀！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是？是的，我是。师姐，你们的对话怎么这么玄妙呢？白极乐来了吗？赫连习月来了吗？既然他们都没有来，那你们滚吧！整个上林天宫，现如今也只有他们二人值得我出剑。即墨剑城要与上林天宫作对吗？就这，你不错，千机院首座温馨。能得即墨城主一句不错，够我回上林天宫吹上几年的了。今日之事，是我上林天宫的内事，还请城主不要插手。你是很不错，但还是不值得我出剑，更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。即墨城主果然名不虚传。即墨城主，师傅啊，师傅，一个剑客要挥多少次剑才能成为剑仙啊？我又不是剑仙，怎么会知道这个问题呢？那我应该问谁啊？自然是问剑仙啊。即墨城里那位红衣剑仙，他是如今天下间仅存的一位剑仙了，只有他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。红衣剑仙，他这么厉害吗？不仅很厉害，还很美。剑美，人更美。看他舞剑，就像看冬日落雪，春日花开，都是人间奇景。唉，可是他很吝啬，让他出一剑太难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的名字也很美，他姓即墨，名花雪。即墨花雪，这就是剑仙啊！我常听他提起你，果然漂亮。
我都吃醋了。二师兄下山那年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我却是忘了，总以为那些事还在昨天。不知剑仙在此，招待不周，望剑仙海涵。劳烦代我向穆老太爷说一句话，此行我很满意，我先离去了。我马上派小船送剑仙登岸。能在这里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走吧，我有很多话要与你说。哎，真是剑仙啊！是你剑仙！等等，我还有我，师姐！寂寞城主，我师弟还在船上。别叫我寂寞城主，叫我二嫂。二嫂，救我师弟！感谢女剑仙的救命大恩了。不必谢我，我不是救你，我是救他，我是他二嫂，救他是理所应当的。二嫂，寂寞城主，二师兄下山后，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关于你和他的事，我知道，我以前在茶馆里听说书先生说过，当年学宫二弟子，不对，是我二师兄，持剑下山打遍天下高手后，前往即墨剑城挑战即墨城主。不想即墨城主剑高一筹，打败了二师兄。二师兄不服，还想继续挑战。即墨城主挥阔大度，不仅不以为忤，反而留二师兄在即墨剑城养伤。7日之后，二师兄再次提剑挑战即墨城主，这一次有很多江湖众人观战。最后一刻，两人同时收剑，打成了平手，这才成就了一段江湖佳话。江湖中多出了一位红衣剑仙。你这师弟虽然武功差，但嘴皮子还是不错的。嘿嘿，后来呢？你不知道，看来学宫中的那些师兄是真的很宠你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他。说书先生说的也不一定对。江湖传闻，二师兄某日提剑上了围龙山，据说一人打破了上林天宫啊！你二师兄因为那一战而真气大损，我听闻此事后出城寻他，与他在百泽城相遇，并在那里拜堂成亲，结为夫妇。3日之后，你二师兄便死了。二师兄为什么要上围龙山？说书人没讲，你以后会知道的。为何谢看花教出来的徒弟武功会这么差？师傅说世上剑法只有3招：拔剑、挥剑和回剑。所以这10几年来，我一直都在苦练的拔剑术。谢看花就会胡说。倘若剑法真的没用，那各门各派创出那么多剑招做什么？你问问谢家人，看他们是不是也要10余年不停练拔剑？我被骗了？一向聪明的谢看花，为什么要教你最笨的用剑方法呢？说不定是我师傅摸索出来的新方法。试试。啊！剑仙，方才我在你眉心之处注入了一缕剑气，你却安然无恙。只有达到天涯境的高手才能抵挡住我的这一缕剑气。可你有天涯境吗？你练的是什么内功？我练的这门武功很奇怪，练了就感觉像是没练一样。除了能吸别人的功力，睡着之后变成怪物，平时派不上半点用场。仙人书？是啊，据说是什么魔教功夫。仙人书可不是什么魔教武功，南宫云火也没有练过。二嫂，我父亲曾经告诉我，他说世上根本就无魔教，天门圣宗宗主南宫元火是个值得敬重的大英雄。至于魔教邪功，根本就是一派胡言。这些事我之后会说给你听。这仙人书是谢看花给你的，师傅从上林天宫偷来给我的，不过只有半本。我明白谢看花为什么不教你剑术了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教。你练出了一身仙人术的功法，却没有最适合你的剑法教给你，那你很有可能便走了岔路。唉，你们都说这门武功如何厉害，可为什么我却一点都感觉不到呢？这一路上不是挨打就是跑，村里的大黄都没有我混得惨。仙人书你只得了半本，自然难亏其道。不过好在你今日遇到了我，以后你的剑术我来教。剑仙要教我剑术啊？不好吗？啊，好，当然好，谢谢二嫂。莫庄主，有学宫的人来了。啊，这
来的？哎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谁来看我了？谁来看我了呀？啊，是学宫的人吗？哇！我10年未归，没想到如圣先生竟然收了这么多漂亮的女弟子啊！南宫希儿，见过莫白师兄。原来是南宫师妹啊！现在竟已长成大姑娘了。2位师妹，请进。哎，师兄好。这位小兄弟是苏白衣，刚入学宫，见过莫白师兄。啊，师弟好，师弟好，你们请吧。我不是你的师妹。这位姑娘是莫白师兄和2师兄比，谁年纪大？2师兄玉老，我比2师兄要小4岁。那莫白师兄可以称她为2嫂了。什么？剑仙？叫2嫂就行。嫂？不对，2仙，2嫂仙，2嫂。 2师兄能够遇到寂寞城主，不虚此生了。师妹这是受伤了。说来话长。莫白师兄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能够稳固真气的药材？有的，药房里应该有春生百络丸，我马上就让人去取。啊，多谢了。另外，今日里有没有别的学宫弟子来到此处啊？不曾，这么多年也就你们来过一次。看来风师兄和谢师兄没有来过。师姐，你要不要先回房间养伤？我这边和莫白师兄出去打探一下。那就麻烦了。你喜欢你师姐吗？啊，2嫂，别闹，别闹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喜欢就要勇敢去追求。这位莫师弟，劳烦你先带人去外面打探一下，最近是否有学宫弟子经过。另外，安排一处别院，我与这位苏师弟有事要谈。明白。在练剑之前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2嫂，请问。为何练剑？师父如今被困围龙山，我只求早日修成剑术，救师父下山。你很在意你师父？师父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放心吧，你以后会有很多很多亲人的，比如你的师姐。2嫂，你又开玩笑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难道你进学宫不是为了当君子吗？怕配不上你师姐？剑仙也还这么捉弄人吗？自然。啊！比如这样捉弄。2嫂，为什么你的凌空羽剑能这么好看？因为别人是剑客，而我是剑仙啊。2嫂，你这样在新手面前炫耀就不好了吧？握住这柄剑。 2嫂的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梅曲。梅曲，梅花半雪曲自生。啊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我是说没有给它取名。啊，用无名之剑纵横天下，这才是剑仙的风采啊！你拍马屁也是跟谢看花学的？这是我自学成才，我师父就爱听这些。你把长剑插在地上，然后将把柄往下摁，先右旋3下，再左旋3下，再把剑柄提起。坏了！我把梅曲给弄坏了。苏白衣，我错了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为什么要习剑？为了救我师父。你这个习剑的志向能不能稍微大一点？若以后你师姐功力尽失，有人要杀她，你救是不救？拼死也要救。那若是我一身剑仙修为被废，也被人追杀呢？可我只有1条命。再回答我一遍，为什么要练剑？保护所有我重视的人。
太小了，太小了！志向能不能再大点？要多大呀？比如，匡扶天下正道。这么俗套？俗套，是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做到。唯有大志，如何又能成得了君子？匡扶天下正道，这个志向对于现在的你确实太大了。但我希望你有朝一日足够承担起这个志向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它，因为这曾是苏寒大公主的志向。现在，你把那剑柄倒过来看，里面那物件，便是我要授你的剑法。看来我和这东西还真有缘分啊！当年战天门一役之后，父亲将这卷残卷带回城中，一共20页，上面画着一门剑术。父亲研究了整整1年，最终一无所获，郁郁而终。我想，这是残谱，没有心法，应当是练不成的。而心法的那部分，应该是被上林天宫拿走的。谢家有3页，上林天宫有半册，二嫂的爹得了20页剑谱。那参加那次战役的其他门派呢？大泽府3大派，4大家族的其他3家，难道他们也都各自拥有残卷？我想是的。所有这些残卷拼起来，便是完整的仙人书。这就是剑法之名了。仙人指路原是一子当先，刚柔并济。啊！足3进1。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这发型，这红衣，风少主，风少主，风少主！停！你看，我就说我在这大泽府赫赫有名吧。小的莫之行，当年曾在山庄中目睹过风少主的风采。哦，我记得你，带我们去染墨山庄吧。好，这位少侠，我来驾车。有劳了。小的出来便是特意迎候几位公子的。驾。啊？莫非师姐和苏白衣已经到了？是的，午前来了2位姑娘，1位公子。2位姑娘，怎么多出1位？姑娘还怕多吗？是这个理儿。莫庄主，有学宫的人来了。来了。风师弟，慕白在这里恭候多时了。莫白师兄，许久不见，还是这般意气风发。这位是谢师弟吧？莫师兄，一表人才，一表人才。这位朋友，东方兄，这下你的牛皮吹破了吧？你说你和莫师兄是老相识了，可莫师兄根本不认识你啊！这位公子与莫某相识？莫白。好了，吹牛而已，我们又不会嘲笑你。庄主，学宫弟子莫白，见过先生。见过先生。我只有一个叫莫白的弟子，可没有叫莫白的。什么？你真的是如圣先生？见面不就告诉你们了吗？大惊小怪。如圣先生比我父亲还大出1倍，怎么？我驻颜有术啊！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之前不知我的身份，与我称兄道弟，如今知道我的身份了，是不是应该行个礼？弟子风左军谢雨林见过先生。都起来吧。
道是2位师兄来了？二嫂，怎么了？他怎么来了？谁啊？哎，先生您竟然会来看我，莫白，我太激动了。啊，我其实只是路过的。姑娘好啊，我叫东方小月，是个游历天下的旅人。东方文林，我本叫东方小月，东方文林是师傅给我改，我觉得太过于古板，所以不喜欢。谁管你喜不喜欢？如今我寿命无多，便想教诲这个名字，这会让我想起那个少年时的自己。闭嘴！竟敢徒手挡我的剑！不过再少活几天。这就是你当年不下山的理由？最疼爱的弟子死了，什么都不应该成为理由。罢了。外面来了何人？一个你等了许久的人。我等了许久的人，难道是儒生先生？是他。你们打起来了？你快去见他吧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南宫师妹和苏白衣都已经到了。南宫师妹便在这间房中休息。我与他单独聊几句。是。谁啊？南宫姑娘，方便进来吗？进来吧。不是说你若下山，必和你二师兄当年一样，震惊天下吗？可我为何还未从江湖上听到你的名字，你就已经躺在这里疗伤了，且一身内力还没有了？先生。唉，你身上有伤，就无需行礼。先生，您这是修成了返老还童的武功吗？怕是你知道真相，就不这般想了。喝下去。这是什么？伤药。先生，您知道这伤该如何治？仙人书上的武功造成的伤，全天下没有谁会比我更了解了。每次运功前服用一粒，10日之内，你的伤就全好了。先生当年也受过这仙人书之伤。唉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！我要去见苏家那小子了，你好好养伤。先生，您知道苏白衣？你要去哪儿啊？起开，起开！我这里有急事儿，一会儿再和小兄弟你聊。小兄弟。哎呀！这哪来的疯孩子？疯孩子？哼！我就是你要找的人，
如圣，东方小月。你是如圣？都我那，苏师弟，不可造次。这真是如圣先生？你发誓？我弟子风佐君，弟子谢雨林，多谢先生一路教诲。多谢先生一路教诲，还算有点良心。如圣先生，还请如圣先生救救我师父。我救不了。为何救不了？你太小看上林天宫，也太高看我了。而且你的师父根本不需要被救。他们一日没有拿到仙人书，便一日不会杀谢看花。你现在需要担心的是你自己。我自己？因为上林天宫公主宁倾城的伤，唯有仙人书才能治好。先生，仙人书究竟是一门什么武功啊？仙人书便如同它的名字，非凡世之书。不是凡世之书，难道练了以后，真的能得道成仙？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得道成仙，至少看上去缥缈如仙人，不老不死，功法无双。但是断情绝爱，看待这世间的芸芸众生，就像看蝼蚁一般。不老不死，先生您莫不是练成了？那怎么会？我可不想断情绝爱。苏白衣，你的身世不平凡，不要辜负了你师父的培养。先生要走了吗？是啊，有故人来了，我得去迎接一下。天晓云境那里的小事情，就交给你们这些小辈去解决了。至于那些大事情，还是得交给我们这些大人啊。不愧是如圣先生，我已经这般克制自己的气息，却依然还是被察觉了。白楼主，许久未见，你的容貌可一点都没有变老呀。如圣先生，你可是变年轻了。白楼主何必明知故问？我不愿意与如圣先生为敌。那白楼主便止步于此，如何？如圣先生，没有说他去见谁了。他说有一些大事，我们处理不了的，他替我们去处理了。原来如此，我现在也要走了，去天晓云境那段路，我不能相随了。这，二嫂啊，你又要去哪里啊？苏白衣，你叫剑仙前辈什么？二嫂，剑仙前辈是二师兄南玉楼的妻子。啊！我来这里，本是约了一位故人，那位故人曾经帮过我一个很大的忙。为了报答这个恩情，我同意每3年都和他打一次。什么样的人能和二嫂你每3年打一场？难道是位列天武榜前几的高手？他不列天武榜，天武榜只收录天下正道人士，可他却是邪魔歪道。什么邪魔歪道？哼，怎么能在背后说本座的坏话呢？我知道你已经到了，才故意说这话的。你还是那么漂亮。这是我朋友的山庄，不能在这里打。我们找一处空旷之地。大战3天3夜。师兄，这个拿金刀的人是谁啊？恶魔城主，万剐千刀。蝶峰刚刚传来消息，师姐，写的什么？天晓云境，2房得权，3日之后，宗主大典。那我父亲找到了没？没有。还傻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
师兄，咱们要制定一个救你爹的计划呀！先打个痛快。风佐君，和我们说说你们风家的情况吧。江湖上有关于你父亲风玉寒的传说，一把琉璃刀位列天下刀法4大宗师之一。传言你父亲曾有机会一统大泽湖，将3派合一，但你父亲却对这件事情并不感兴趣。你父亲只对……他虽然知己遍布天下，但却依然是整个风家这一代最靠谱的人。我爷爷有3子1女，2房叔叔天生残疾，3房姑姑性子与我父亲相近，养着心面首，4房叔叔则是个赌鬼。就这也能位列大泽府3派之首？风玉寒可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他不想争雄，是因为他看得更深更远。父亲见到师姐，一定会引为知己，然后夸师姐貌美如仙，芳龄几何，是否婚配？风佐君啊，你给我进来！师姐饶命！有人来了。现在天晓云境形势复杂，不知是敌是友。苏白衣，你先应付一下。你们是何人？我们从江南而来，是游历江湖的少年侠士。侠士，从江南而来，行了那么远的路，游历自然要远行喽。不知道各位是……哦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天晓云境风家，好像是我3姑的座驾。好漂亮的马车！前方是天晓云境的地界，有大事相近，不允许外人进入。不知你说的大事，是不是宗主大典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只有帅哥能搞定我3姑。也不知道我家公子有没有资格观礼。你家公子？我们公子乃是江南谢家。江南谢家，正是谢家3公子。都说江南谢家出美男啊！当然，姐姐可听说过一首诗：“才敛青山绿中宵，又踏杨花过谢桥。”说的正是谢家美男子青衣郎。但其实我家3公子比起青衣郎可好看多了。真是大好少年郎啊！人在哪里呢？哎呀，推我！你不出去，别推我！谢家3郎谢雨玲见过姐姐。姐姐可是风家3当家？的确是不可多见的美男子，不过太妖艳了，我不喜欢。这位公子是谁呀？在下是谢3公子的舅舅。这是我书童。只是个书童啊！风家最近有大典，既然谢家公子路过此地，自然是需要邀请前来观礼。不过那边的弟弟别站在那里了。我？来，坐这里。怎么，弟弟你不愿意？这不该称弟弟。3当家与我谢家家主平辈，我们应该称呼您一声姑姑。哎呦，
好漂亮的小姑娘啊！这是在说我老吗？有的男人啊，就喜欢我这样的，是吧，小弟弟？我，你结巴什么？你脸红什么？他喜欢的，喜欢的。师姐，大局为重，跟着三当家，我们便能顺理成章地进入封家。姑姑等你哦。我姑姑虽然岁数大点儿，但仍是我封家第一美人，不亏她。我的孙姑父，若不是姑姑看不上我，我必当舍己为人。真想打死你们！师姐，我怎么办啊？大局为重。看来也只能我不入地狱，谁？快去吧。得令。小弟弟，这么着急？姑姑，莫怪莫怪。不怪，不怪。只是姑姑给你变个戏法，怎么样？什么？忍不住？变戏法？这不是你白鹤你！我们走。是。走。撤。这次我的孙姑父可有福了。驾！驾！不好！啊！这就私奔了，白痴！是上凌天宫的人，追！你们卑鄙无耻，下流！反正他的舌头留着也没用，割了吧。真是阴魂不散。是先回上林天宫，还是等楼主会合？等。那两位前辈，我要去茅房。别想耍花样，拜托了。你在船上时，骨头不是很硬吗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我们转过去不看便是。告诉你们，剑仙可还没走呢。是啊，我们还知道儒圣就在这附近呢。你那些同伴现在应该在绕圈圈，可这些人都救不了你。苏百义，老实一点。我们现在确实不能杀你，但缺胳膊少腿的是没关系的。唉，这帮人太阴险了，不仅假冒我姑姑，竟然还把我们引入了阵法之中。你确定那不是你姑姑？唉，黔南是我识昆北，人不清，离让他英勇东看西。就义了。
师姐，歇会儿吧。对啊，师姐，没太阳怎么找方向？他是不是你姑姑都分不清？他到底是不是你姑姑？离家时间太长，没有看出对方身上的破绽。唉，姑姑体态丰盈，姑姑应该更喜欢你这样的。你闭嘴吧！哎，那疼，肚子疼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快点放开我吃坏肚子了，好痛啊！我们给你吃了吗？中午，我说的是中午。无耻！是你们无耻，还是我无耻？变成女人勾引大好少年郎，小心让你缺胳膊断腿！杀，赶紧杀！不就是会变戏法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哼！幻术虽属小道，却也法出自然。哼，法出自然？自然哪有那么多虚虚实实的东西？你以为这个天下，你看见的就都是真的，你看不见的便没有吗？虚实之间本无定数，万物都是虚实结合，虚中带实。幻术讲究8字真言：虚、实、方、圆、静、动、分、合，每一字都蕴含着真我之道。哥，跟这小子说那么多干嘛？哼，你真以为他听得懂？不知胜败如何了？变戏法的，你方才说，你说万物都是虚实结合，既然如此，白鹤，你为何不变成我的模样回上林天宫呢？变你又不是你，何用？你都变成我了，脑袋里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吧？幼稚！幻术虽然可化万物，终归要以真我为鉴。肉体仅是躯壳，需要精神来驾驭。要以真我为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真我便是变成女人引诱我。你徒逞口舌之力，你信不信？啊？哦，信，肯定信。激将法。哼，8字真言，精神驾驭，真我之道。哼。你要能因为这几句口诀就学会幻术，我叫你爷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不知道苏师弟会不会被上林天宫的人拷问？你还是担心他们吧。苏白衣要是不小心睡着了，谁把谁吃了还不一定呢。你们还是担心自己吧。
能不能走出这片迷雾还难说呢。想不到楼主和儒圣的战斗竟然能打成这样。楼主既然出山，没人能保住苏白衣。不见了，不好，他竟真学会了水遁，追！追！还不是被我溜得团团转，这就是不用睡觉的好处。公子，是否看到一辆封家的马车？是不是你拖走的呀？居然又变成姑姑的样子，好吧，我服了，那我走了。姑姑，带你走？哎呀，白鹤，你不要再发出女人的声音了，好不好？我是婉儿，好俊的少年郎啊！又来啊！我跟你拼了！好大的脾气！恰巧我也在找白鹤。啊？君羽剑，谢看花是你什么人？别装了，白鹤！装？你不抓我，我可走了啊！谢看花的徒弟怎会如此不济？你真是封家三当家？难道天下间还有比我更美貌的女子吗？哦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早就听闻姑姑心地善良，貌美如仙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啊！可惜啊！可惜？可惜，你好像不怎么待见这个心地善良、貌美如仙的姑姑。怎么会啊？我对姑姑是敬而有加。谢看花怎会教出你这么个厚颜无耻的弟子？你一定是被我师父给骗了。若论厚颜无耻，我只得师父的皮毛。唉，谢看花的徒弟，现在可是大麻烦，可是生得这般好看，姑姑又不忍扔下你。哥，我们是不是追得有点过头了？不好，上当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屁的水遁，还真以为他学会幻术了呢。咱们分开找。一架打了3天，便是年轻了10岁了。儒圣先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天宫之首白极乐，实力不亚于当年的宁倾城啊！承蒙儒圣夸赞。徒弟们，为师将死之躯，也只能为你们做到这里了。悔不该，天门来大战，徒弟犯错是福报，
师父犯错怎能够饶？白极乐下山了。天晓云静本一家，奈何那阴谋诡计一老贼。你不想知道你那个徒弟如何了？东不管，西不管，便是神仙。你教的徒弟与你一样。你笑我名门落魄，一腔惆怅。怎知我看透了天上人间世态炎凉。小心！莫城主，我已经嫁人了。你的丈夫已经不在了。他在的。莫城主，你真的不必再等我了。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情，此情去乎若云浮。我该去了。你要是去了，就会把即墨城卷入纷扰当中。这纷扰已经避不开了。我有预感，我和那些孩子很快就会相见，而我们也终会。二堂主，去天晓云境的马车已经在外面候着了，该出发了。还没有风玉寒的下落吗？回二堂主，那边给来的消息是人在失踪状态，想必是凶多吉少了。下去吧，风玉寒可不是那么轻易就会死的家伙。大哥，你觉得呢？只要没找到尸首，那便做好准备吧。另外，小心天水山庄。我说大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可以不要这么虚伪？想当大泽府老大，直接拔刀干不就行了吗？天天勾心斗角，真的很累。现在我们仍然不是上林天宫的对手，这次他们愿意对天晓云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已是退了很大一步了。哼！若非上林天宫暗里施以鬼祟，我们天书堂……莫忘言，我的手指再往前送出1寸，你就死了。白极乐，放肆！应称呼白楼主。白楼主，我身子不便，不能出来迎接海望海寒。堂主不必客气，我只是依约定来拿一样东西。此乃祸端，拿走也好。我还要去天水山庄，告辞了。大哥，难道说这一次上林天宫不参与我们打压天晓云境一事的代价，就是？是，因为风玉寒不从，他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
来喝口姑姑泡的茶，这是水烟雨露，难得一见的好茶。味甘性寒解毒热，祛病饮茶老少宜。在这样的茶水之中下药，太浪费了。此茶对内伤颇有疗效。来，苏白衣，要不是白龙白鹤偷了我的马车，我还捡不到你。姑姑这就给你解开穴道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！好了，姑姑不跟你闹了，姑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如生和白姬乐要分出胜负了，我们也得快点儿。苏白衣，可要跟紧姑姑哦。大哥，我给你捡了个苏白衣回来。苏白衣，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？这是哪位前辈？我如何不一样？你太弱了。你是风左军的老爹？爹就是爹，不要加一个老字。我叫风玉涵，是天啸云境的大宗主。不是说您失踪了吗？半年前，我二弟连同天水山庄和天书堂的几位高手暗算我被逼入长泽山中。你认得我儿子？风师兄和我都是学宫弟子，风宗主又怎会认得我？3年前，我听如圣先生说起过。你为什么会来天啸云境？我和风师兄一起来的。什么？他怎么回来了？家中发生大事，父亲下落不明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我们学宫弟子真的有那么弱吗？他人呢？现在风师兄他们在哪里，我也不清楚。大哥，婉儿，速速找到他们，送他们离开。有劳姑姑了。客气什么呀？说不准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你留在此处安全些，不要太想我。难道风宗主是在这里疗伤？是啊，我强行修仙人书上的武功，虽然活着回来了，身子却遭了反噬。若离开这药池太久，浑身真气都会倒流。反噬？你也曾修习过仙人书上的功夫，可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我修习的和你们不同，我修炼的是仙人书的心法，所以不会有什么反噬。当然，如果说不能睡觉也算反噬的话，当年上林天宫将仙人书分给了各大派，天啸云境得了刀制卷上的刀法，但缺了仙人书的心法。看来你练的便是总纲心法。这与我二嫂说的差不离。可既然是不能练的武功，为什么上林天宫又要各派保存呢？应该是与当年南海赤滨的天门一战有关，但我未曾参与那一战，所以其中详情所知不多。苏公子，等找到风儿，一定让他永远留在雪宫，不要回来送死。风宗主，先别交代后事，我能救你。你能救我？
我能把逆流的真气都吸走。如果没了这股真气，想必前辈很快就会没事了吧？当然，你真的有把握吸走他们不会对你产生影响吗？不会。前段时间，我师父让我用这种办法救过谢家的新一郎。这天是怎么了？简直是冰火两重天。这是2位不归境高手在过招。开始。怎么所有的真气都在流出？是的，我担心说了，前辈以为我骗你。我区分不了逆流不逆流，只能一股脑的把前辈的真气都给吸出来。不过前辈放心，你休养一段时间，自然会恢复。我是怕你无法容纳这逆流真气。应该不成问题。如此狂言，你可知我是什么境界？风师兄曾和我说过，天下高手分为4境，第1境名秋水境，是以为秋水入海，奔流不息；第2境为扶摇境，入了这一境，武学便能扶摇直上，一日千里；第3境为天涯境，入了这个境界，便可成宗师，登峰造极，无边无际。我猜风宗主是天涯境。3年前，我便入了不归境。武道止境。武道之上，还有天道，哪有止境？现在你还能狂言，将我的功力全部吃下去吗？够呛，不过已经停不下来了，只能死扛。小峰峰，见到姑姑怎么不叫人呢？怎么去的学宫，反倒学傻了呀？我说，你分得清真假吗？我小时候最出糗的一件事，是什么事？我明白了，原来之前苏白衣被上林天宫抓走，是因为有人冒充我。最出糗的一件事啊，你13岁还尿床，尿的还是姑姑那张粉红色的大床。不知这件事算不算？师姐，这次我保证是真的。你说的是姑姑是真的，还是13岁还尿床是真的？你们3个小家伙，跟我走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苏白衣已经脱险了。那我爹他？你爹他让我尽快送你们离开，不可留此胡闹，枉丢了性命。我爹在哪儿？我要去见他。风儿，天晓云境的事不是你能参与的。我是风家少宗主，何况大典近在眼前，见不到我爹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见不到苏白衣，我也不会走。还有我。风暴的中心反而最安全。也罢，你们先随我一同回风家吧。但愿能躲过此劫。多谢姑姑。除了你儿子外，其他对我不敬的人，我已经全杀了。
多谢白楼主手下留情。天水山庄敢对我出手，很有勇气。我得到了消息，白楼主在碧水湖畔与如胜一战，彼此都受了不小的伤。刘某我一生都在赌，所以我想在死前再赌一次。这一次赌得有点大了。按照我的规矩，输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。白楼主，你要的那件东西，我思寻了很久，仍是不愿给你。柳庄主得罪了。怎么可能？上林天宫确实已经无法控制这个江湖了，但是要对抗上林天宫，依然不是你们所能做到的。天晓云静一事，你已经为暗杀我的事情付出了代价。至于天晓云静的事情，你把这份残卷给我之后，我们的交易依然有效。下了车，我也要炸了！不能睡，我不能睡。为什么不能睡？我睡着了会出事，前面会有危险。苏白衣他怎么了？他吸走了我所有的功力，治好了我。什么？大哥你怎么会？他竟然还没死？找到风儿他们了吗？上林天宫也来天晓云境了，我担心那3个孩子回不去，所以把他们藏进了风家。欺我天晓云境无人吗？快过来点！好，来了，来放这里。好，把东西给我。这样行吗？行。这边还有几个啊？哎，来了。快点。好。我这边。二当家。往左点，往左点。其他2派的使者到了吗？回禀二当家的，接飞鸽传书，天书堂2堂主、天水山庄庄主都已经到达山下了。天水山庄那老爷子也来了。早上刚得到消息，刘老爷子已经将庄主之位传给了少庄主柳多寒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个风雨里还真是不成气候。哦，柳兄这是何意？对了，恭喜柳兄成为天水山庄的庄主了。木二堂主客气了，我之所以说风玉离不成气候，是因为他表现太过了。大宗主风玉寒下落不明，风玉离被迫接掌宗主之位，这可不是什么喜事，更应流露出几分悲凉来才是。悲凉？这个风玉离越不成气候，我们不就越应该高兴吗？木二堂主说笑了。柳兄活得太累了，来人啊！白吉乐和如胜一战胜负难料，你父亲伤情虽然稳定，但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功力。咱们这次胜算很低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学宫吧。姑姑不必再劝，我父亲说过，
人生在世，没有必胜。只要踏入江湖，永远都是在赌，与天赌，与刀赌，与自己赌。为了父亲，我不能退。学宫弟子更不能退。暮色风华晚，英雄当少年。好，我这就带你们去大典之处。对了，苏白衣呢？哎，张兄，来，这样。二当家，柳庄主和天书堂二堂主到了。恭喜二当家。二位贵客有失远迎，请上座，请上座。看了没？那就是我二叔。哼，像不像个废老鬼？别吃了，你嘴巴歪了啊！这是哪家的姑娘？这是婉儿带回来的贵客，来自江南谢家。江南谢家，这样的客人也敢往回带？一个已经垂死的宗门。婉儿应是看上了俊美的谢家三公子，这才摇上山来。等过几日婉儿玩腻了，打发走了便是。他们在往这边看。他们在看师姐，或者在看你。不过不用急，他们很快就该看我了。苏白衣那家伙怎么还没有现身？你的计划是什么时候？等风再大点的时候。二当家，人都到齐了。哼哼，好，这将是我这一生最后一次听到这个称呼。让四叔公开始吧。遵命。可以开始了。诸位，欢迎来自江湖各大门派的兄弟朋友们，我风老四在这里和大家道声谢。回想当年，本代大宗主风玉寒凭借着一把禅意刀，让我们天晓云静屹立在大泽府之巅。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大宗主风玉寒却遭奸人所害。国不能一日无君，家不能一日无主。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，就是迎接一位新的大宗主，然后在这位大宗主的带领下找到凶手。是报此仇，是报此仇。关于新任大宗主的人选，想必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了，那就是大风起，云飞扬。四叔公说的这个人，自然就是我了。